由朋友介紹認識我哋公司嘅74歲女士，同女兒一齊到來尋找性價比高嘅助聽器。女士約聽多年，所以用緊一隻掛耳式助聽器，為咗需要更換新一代嘅智能助聽器。幫女士做聽力檢查，發現女士左耳中耳發炎，右耳膜穿孔，左耳重度弱聽，右耳極重度弱聽。給女士試用我們左邊一隻嘅24通道 Repro AI 專業助聽器及左邊單隻嘅16通道 VKI 專業助聽器作為比較。外出試機 Repro 助聽器嘅語言辨識能力比 VK 助聽器更好，聽得更清楚。女士決定購買我們這款24通道 Repro AI 專業助聽器，祝願女士在使用我們這款助聽器後，聽力得以改善，能夠重拾打麻雀嘅樂趣，生活愉快，身體健康。